嘉义民雄大树爷文化节30暗时进行送大树爷的仪式。庙方表示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规模个缩小，取消绕境活动，不过也是有照鼓励来进行。法师入场办理民雄街仔的大树爷火化升天法会嘛，准备开始。甲去年无同的所在是，今年受到疫情影响，无暗会嘛取消采街。它就是规模缩小，然后今年就是人口的那个管制也有变严。对，之前那个埔州那边都还可以进去，啊，今年就是直接挡住。疫情的关系，所以一寡人他唔敢去去，所以伫这个火化地点嘛，差不多全他们疫情。今年因为疫情，庙方甲舞台改做4公尺悬的新台，进行光雕采街的活动。今年嘛改做互大树爷直接坐车到火化场。庙方表示，配合防疫的原则，希望会当互传统宗教活动顺利圆满。今年啊，咱有来先导，进前为咱这个文化节的前一个礼拜就有先导了，咱因为简单隆重，安尼。透过各界人士的点火仪式，为旧年21开始连续3天的民雄大树爷节，算是圆满结束。在地民众表示，疫情禁止摆摊啊，大树爷无采街，搁坐车来火化，嘛算是一届甲过去无同的体验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